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由于风台过境高雄站出现11级的阵风，嘉义市有工人嫌尾仔对顶悬摔落来，因那台南坎厝顶的篷布也拢破了了。内政部已告收证，中国籍人士申请伫台湾登记办法，其中要求当事人的护照就要剪一格，中国各台办事吊卡断地。花莲一间中照机构外籍照护员替一个阿伯洗身躯的时阵，竟然开直播，影像伫咧网络顶头流传，严重侵犯到个人隐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嗰条是洋流风台过境了后，高雄站内唔那雨水正高，搁再出现11级的这个阵风，山区真侪车路人家厝受到损害，甚至有铁厝呢规栋叫风吹一个翘起来。那市区呢要社会主体水管漏气，即公共区域有水流入来，有民众骑奥托巴拉入去人空挂内面受伤，甚至有阿伯因为这厝顶伫咧漏雨，为着要去咧修理，却不幸来摔死。人家的屋顶吹到打到我们家里。经过前一日惊吓，民众看到别人家厝顶的钢板，结果估计记到家己的厝真无奈。这是高雄特管区13杨柳风台侵蚀，未少民家的铁皮厝顶风吹走，吹掀起来，有的住户的窗仔也吹破。要不要靠近玻璃？全部先让孩子到楼下好了。工作统计，特管理保山里有12户厝顶毁损，会寻求经费补助协助居民。桃园里大概有11户，那宝山里有1户居民都是在这个家里面所以没有造成这个所有这个人员的伤亡。市区风雨也真惊人，凯旋青树斜体、壁栋大楼、亲像顶楼的排水孔互落叶踢着，排水被负责13楼公共区域漏水，差一点因伫徛街，最后听到恐怖自发性来到13楼清理。快5次了，第一次是我电梯里面会漏水，逃生梯会淹水下来。每一次发生淹水的时候，他们都会做不一样的措施啊。这个下体漏水不是头一摆，市府表示会严格要求厂商修复，查明原因。确认漏水的主因，主要是因为水管接头的松脱。目前厂商已经紧急派工进行修复，预计今天之内可以完成。高雄市区捌出现11级风，南马溪这间饮料店被烧冰箱，13杯仔嘛被动力强风倒去，另外一台比人管的冰箱也爱拍拼动才经会掉。有稍微做那个把它固定住了，但是还是顶不住。一阵大雨也互气势受伤，13暗8点挂，这名妇人人徛伫南马溪水平路，却因为大雨互路上的人空挂刷飞。机车车头徛伫洞内，妇人人失去重心，摔伫边仔大路，骹手切着伤。前顶区有70岁老大人，因为查某囝房间漏水，甲3楼厝顶巡检，煞亲像风伤大，人无细里摔落去，送医不治。风煞有人赛车经过中仑路，为着闪大东仔的车辆，连人参车落伫边仔的沟仔，杨柳风台互高雄真侪意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落这个洋流风台对台南的7股出海，经过嘉义台南这风雨是冰冰桥。嘉义市呢有一对工人兄妹13体厝主，甲这厝尾顶的铁厝加强的时阵，却无细力对顶悬摔落来。若讲到台南7股北门本地受损真严重，这个厝体呢先甲来看篷布尔，想袂到这个风台来，这个篷布拢破了，甚至附近呢有3万户左右出现这失电的情形。所以你是从上面摔下来，大概2公3公尺。救援人员斟酌确认查甫人的状况，要确认伊的伤势和跌落来时阵敢是唔知人，因为查甫人和伊小妹迄当阵当在替人修理厝顶摔下落来。男性工人在施工时不慎从屋顶跌落，女性工人为拉住男性工人也一同跌落，造成双双
那个肢体疼痛。代志是发生伫13，因为洋流风台来，家己饲这栋民家厝的主人是烦恼讲厝顶的铁皮会造成毁损，找工人来斗固定，煞无想到发生2个人摔落来以外，伫台南嘛同款有状况。洋流风台的警报解除啊，但是13下晡对台南7股出海了后，早来江俊峰和本地都是重灾区的7股区阁愈严重，破损的厝顶临时用篷布先砍咧，但无法度当11级到12级的江俊峰，才在篷布破起大雨灌入来厝内。北门区这个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规面拢秘伫房间的角。咱就警察遮迄无闹的有呀，有遐等。政府有讲要来要来种美和啊，美和来尿10几届啊，来尿10几工啊，尿到尽吼，含报价都无。所以目前签约户是18户，那我们还是在积极的，希望这些居民能够赶快来签约，然后能够赶快来施工。部分的受灾户是透过市府媒合到厂商，但是修理的工课还未进行，嘛有人是观望的态度。只是小连锁的风台阁拄到大水期，灾民是真无奈。这摆风台过境，台电新营区下骹的管区，都是真正受创真严重的灾区，总是停电免29000多户。这是昨天台风把高压线用断，然后我们是出动了4台升空车、2台吊臂车，我们已经复原完以后，准备送电。台电要拼全部复电，14早起是趁风台过后日头出来，灾民拍拼修整家园，要紧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恒春半岛因为风台的大水河，地区沅州恒春车城，各路位的车路拢伫咧积水。沅州的港口溪水库会涨起来。根据着这气象署的资料，恒春地区呢1点钟内累积雨量有98.5毫米，遐尼济，是全台湾落上在济所在。不过呢，这水也是退了真紧，今早起镇公所和国军就随来摒扫啊。说这水灾，这个水。黄色的土石甲大路规个砍掉咧，完全拢看袂到路面。沅州的港口溪水嘛得要填出来。13下晡，洋流风台带来大水雨，造成恒春半岛甲沅州地区各内所在出现积水的状况。主要是洋流风台的风台尾，互恒春半岛带来短时间大量的降雨。恒春镇4区位啊，短1点钟。累积雨量就达到98.5毫米，地区恒春沅州车城道路积水，不过要暗仔时雨势变细了后，积水半点钟就真紧拢提起啊。3点开始吼，忽然间一个强降雨吼，差不多30分钟，安尼就规个恒春镇几乎所有主要巷道、主要街道都造成积水。深度呢，大概是就是膝盖以下了。部分家有淹到，有出来靠出来高压的个老海水倒灌啊，是安那就拢塌掉咧。13下晡的短时间雨量有超过排水系统的水量，不过因去年有启动水沟的规划甲检讨，甲2年中限期的保护标准提升到3年，向国土署争取更较侪经费，要赶紧甲恒春的水沟系统进行改善。100毫米的雨，那其实都超过原来我们整个排水系统的设置容量。那所以在宣泄下游宣泄不及的状况之下，那市区才会产生短暂的积淹水。下水道系统整个完整的布设之后，那就可以加速市区的退水与排水。早起天气较稳定啊，恒春镇公所就派清洁人员甲国军来斗3工，甲路面的黄土摒扫清气，互居民会当出入。屏东县府表示，为着避免积水的状况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安全，有需要的乡镇拢会使申请水门的建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讲到这洋流风台吞大台东，县政府有去统计，有10万树啊。10万丛的树啊倒去，这农业损失的部分呢，目前台东县的这石溪、金蕉、芭乐、柚啊等水果，特别收成却是拢落了，损失有上亦遐济。目前台东呢，还有6000多户失电，集中是伫咧山区。那台电也赶紧调派其他县市的工程队来抢修，希望因暗11点之前呢，会当恢复送电。风台过了后，台东市有真侪街路路树倒去，早起好天，县府甲市公所参国军拢派出大批人力，伫每一个重要路口的街路清理。也毋过，即摆估计全县有数十万树倒去，复原需要时间。也毋过，市公所有计明仔会先互市区街路恢复通行。我们将主要道路跟有横躺马路的这一些树枝树木我先把它让道路先给它畅通
这摆风台伫大台湾考起15支的强阵风，天马里登陆地，大部是溪谷，坐落甲龟土骹，这一支谷根本无法度卖，农民心灰白费。也有农民种的金蕉也进入采收期，风台扫过，全部凹长未付秋收。更较惨的是，原本中秋节全国只剩淡薄的笨蛋，全部互风台吹落，农民被哭无目屎。此事啊，这个真的是欲哭无泪了。还没有黄台，我讲嘛未慢钱啊，嘛无在了无。像现在这样的话，几乎是都没有被收成了。不仅是即将成熟的是落果啊，我们在开花的部分也是全部都打掉了。这摆强风更加造成全县有4万外户停电。13下昼，台电紧急秋收，目前也剩6000外户停电。这是台电调派各地支援的秋收队加空袭机到台东，希望会当赶伫下暗11点全面恢复供电。几乎都是位在山区，那有的都树木倒断，没办法通行。官府目前也在评估各种灾害损失，估计农损都超过9亿。官府希望中央也伫立法院审查会当那些风台甲728大水河在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搁特别这摆风灾协助台东县重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总统府的宪兵之一，也有3名宪兵韩国防部驻通电军的上兵去控指控讲偷袭军事机密文件，背互中国情报人员，甲人提184万。这4个人拢认罪，一审法院是甲因判7年到5年10个月不等。去年国防部接到官兵的检举，这家人宪兵对也查出讲，大中午等4个人涉嫌卖军中机密。这4个人因承认讲，因是欠收费，对2021年开始，甲人提184万。高等法院在今仔日甲其中一个人改判6年7个月，大中午依然是判7年，也那陈文豪是判6年5个月，林如凯判5年10个月。这4个人的犯罪所得全部拢爱充公。内政部已告修正中国籍人士申请伫台湾登记的办法，其中要求当事人的护照就要剪一角。那中国各大办事批评讲要来追究法律责任，陆委会就讲安尼新的讲法就是要来恐吓到这寡中国配偶。另外，中国今年9月初3要举办这大阅兵，举办抗日战争相关活动，陆委会也呼吁咱政府相关人员就唔通去参加。对于中国籍人士在台申请登记，内政部有个修正许可办法，未来爱交中国护照放弃证明，还是将护照家己加一角，无个使用。中国各大办对修法，搁一摆去批评，也毋过陆委会用的表态，绝对依法行政。对于故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有关组织和个人，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你要加入中华民国国籍，那你就要遵守中华民国的法令。国台办昨天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在恐吓啊，我们表示谴责，但是我们会照我们的法令走。修正办法中，若是要为中国籍恢复咱国籍的身份，过去要配合中国统战宣传的人，陆委会强调，只要把违反反渗透法还是国安法，拢会影响。中国特别伫9月初3军人节进行大阅兵加抗日纪念活动，副主委梁文杰也提醒，这是对华想要抢夺国际国语权，严禁各级政府、甲8担任国防外交、大陆事务甲国安机关的人士参加。假如有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个别人士附录参加，涉及与陆方从事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主管机关将依两岸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裁罚。馆长之前预告说，他也想去93阅兵直播。那如果有网红要去直播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一般的民间人士，目前的规定里面我们并不会去禁止它。不过部分艺人到中国发展，过去配合对华官方发布政治表态言论到图片，陆委会已经甲文化部组成查核小组，锁定20位艺人要求说明。10几份有回复的，我们会设定一个时间点没有，如果你还没有回复的话，那就视为你不回复。政府已经尽到有告知你要来说明的义务了。但赔偿敢是个人行为，还是经纪公司操作了后，陆委会表示，真紧就会依据客观事情进行裁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台中地方法院昨审理一桩民事案件，一个中国查甫人去互指控讲，伊用中国律师的身份做其中一边的诉讼代理人来到台湾进行辩护，所以引起对方律师当场抗击。这法院表示讲，这个自称是中国律师的查甫人呢，伊是无台湾律师的资格，也无相关的证明，也等于讲这相关的诉讼审理庭书就无度进行啊。中检也已经主动分案调查。律师穿法袍，徛伫法庭表达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啊，毋过一旦出庭辩护，袂当干来靠律师证。台中地方法院13审理一件民事官司，其中一边的诉讼代理人，互人指控是中国籍的律师，引起争议。他明明就是在律师事务所里面，他一直主张说他是被告公司的法务人员，本来也是以为说被告是委托他来进行，比如说谈判啊跟协调，我完全没有想到说他这样真的跑到台湾来开庭。蔡坤洲做台商的委任律师，控告对方奥地利公司为对方委任律师，假做是公司的法务，做诉讼代理人来台，违反咱国法令，当场表达反对。台中地方法院回应，因为涉案的中国籍查甫人无法度证明法务的身份，所以也无许可代理，开庭就无进行。刘姓男子表明系以受雇于被告之法务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未能提出相关的佐证。审判长未许可其代理，命刘姓男子补正资料。民事事件是允准伫符合相关限制，一旦优惠律师资格人担任诉讼代理人。经过民事查证，涉案查甫人申请入境原来有附法定通知书，注明伊是诉讼代理人。不过专案上大争议是涉案的查甫人法务的真实性，因为依照法规，若是无台湾律师的资格，拢袂使以律师的身份出庭辩护。只要涉及台湾法律相关的事务，他是不能够在台湾执行相关的律师业务。我们核准来之后，他唯一能够执行的是涉及到他自己取得国家律师国的这个律师的相关的法律事务，或者是涉及到国际法上的律师事务。释任贴文所指之不详诉讼代理人设有违反律师法之犯罪嫌疑，今日已主动分案，指派检察官积极侦办。根据流议会资料，牵涉到两项诉讼，中国人士申请来台案件，去年有80多件。其中一个中国姓刘的律师是以这个案公司的顾问申请来台，即马这件风波，检方嘛主动分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南海海峡发生中国船去掠菲律宾的巡逻艇，却去弄掉家己驱逐舰。美军昨夜派2架军舰去到事故现场，讲是按照国际法有航行的自由。不过中国表示讲，这美国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到中国的主权啊。这架菲律宾海巡小型飞行机有载路透社的记者，伫红岩岛的空隙收到警告，一架中国的战斗机直挖来，上近差不多61公尺。而且伫咧飞行机的后壁顶悬，甲北岛边咧飞，持续差不多20分钟。这是红岩岛有争议的海峡，菲律宾甲中国持续紧张上升的情形。双方为着遮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请在伫咧海面对徛。菲律宾13巡逻飞行的时阵，发现至少有4架中国的海警船，甲几啊架去菲律宾辨识做是海顶民兵的船仔，伫咧红岩岛的附近咧航行，配合辅助中国海警甲军舰的行动。迄天，美国海军驱逐舰希金斯号甲金华作战舰辛辛那提号真紧进驻，驶去离红岩岛差不多55公里的所在，去互中国海军的军舰紧张甲监视，并无发生冲突。Caravan,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media, was able to monitor the presence of 2 U.S. Navy ships, DDG-76 Higgins, LCS-20 Cincinnati, at a distance of 102 nautical miles from Zambales. 美国海军表示，以国际法这片航行自由，嘛是这年来航行甲非法自由行动的惯例。这个举动，互中国是丢卡断地。中国军机军舰捌伫相关的海峡甲空隙，几啊届甲美国军舰军机近距离接触。11菲律宾海华防卫队苏洛安号伫红岩岛附近护送援助的物资，要互当地渔民的船仔。一架中国海军护卫舰甲一架海警船，伫离红岩岛差不多19公里的所在，想要主动甲驱离的时阵，无细日去弄到。代志发生的过程拢轰录起来，引起西方甲亚洲真侪国家的关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尼森12日谴责中国，这个举动实在伤过匆忙。公司新闻，阮为梁编译。
咱来看到花莲有一间宗教机构去互民众检举，讲有一位外籍的教护员替阿伯伫咧洗身躯的时阵，竟然用手机开直播，这影像就伫咧网络顶头流传，严重侵犯到阿伯隐私，而且也有违法的记录。目前这间机构呢，已经先甲这名外籍的教护员停职，即马卫生局也要介入调查咯。坐伫轮椅顶悬行动不便的这个老阿伯，当要洗粪丝，不过这个为菲律宾来的外籍教护员却开直播，甲过程公开，此当时就引起真侪网友的不满。有国内的教护员讲，外籍的教护员开直播已经是真殊常的代志。他们可能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以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因为他是外籍的，他也不是台湾的年轻人。我们认识的很多外籍的都很喜欢玩啊。宗教机构接到消息了后，随甲这个外籍教护员停职。嘛开始调查，伊到底翕偌济这款直播影片。这个涉案的教护员讲，伊是咧做生活的记录，直播并无任何的收入。该名照服员声称，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知道，可能会涉及相关的法令。那我们也主动的联系，就是昨天接受这位照服员照顾的相关著名的家属。主动去说明这个事件，然后并且也向这些家属致歉。卫生局表示，用影片散布教护行为，无论是护理之家或者是宗教中心，都有可能违法。不过因为目前看到的影片，无法度辨识这个放翕的伊的身份，敢有犯着告诉法，也会厘清，会先依法甲这个机构裁罚。因为它是属于护理之家，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所谓的护理人员法那去对这家机构做适当的裁处。那目前的依照法则的话，大概是处6000到3万元。根据调查，这个外籍教护员伫护理之家上班差不多年外，主要负责住面的生理清洁、生活、甲食饭等等照的服务。目前这间机构拢总有56个教护员，外籍的占23个。目前嘛伫咧厘清其他的教护员感受相关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面对着性骚扰是绝对袂当吞忍的。伫台中有一个高中生，伊昨下课时阵坐公车，伫咧车顶撞到一个查甫人，甲伊揽条条。其他同学看到时阵是赶紧录影报警察。警方也查到讲，这个查甫人伊本地着性骚扰的前科。客运业者是呼吁民众讲，若准撞到性骚扰，会当直接通报司机来确保家己安全。伫真客公车顶用双手环条的姿势，拄啊甲女学生缠起来。台中市丰原区某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13下晡下课坐786公车，好亲像去互一个查甫人性骚扰。同齐坐车的学生囡仔联络警方报案，警方到尾伫丰原转运站拿查这个查甫人。其他学生讲有听到这个查甫人的代志，坐公车拢会特别提高警觉。学校表示会持续关心查某学生的身心状况，并提供协助。这是嘛，甲全校学生宣导提升自我防护意识。我就看到，就是有说有人从后面环抱这样子，我会大叫吧，就是让车上人知道。目前我们就是持续关注这个学生的状况，然后提供他必要的关怀协助，还有辅导的协助。议员讲，这个47岁的姓严查甫人定定甲人性骚扰，警方嘛查出伊原来有性骚扰前科，13个涉嫌对女学生有不当行为，被告人当场提出申诉甲告诉，后续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依规定通报性骚扰案件申诉及儿少保护通报，全案警询后，依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我们驾驶是完全不知情，学生呢他们有自己报警，所以他开到丰原转运站的时候，警察已经在那里等。客运业者讲，这个女学生当时无通知司机，是通报警方到落车地点拿查。公车顶若是拄到性骚扰事件，标准作业流程会甲车开到警察局，也是甲警方约定附近的地点逮捕。呼吁民众当时就会当通报司机来处理，确保自身的安全。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条诈骗新闻，这天下间无遐好看的代志。若准遐好赚，伊家己去赚，何必报你赚呢？这刑事局查到一件标花仔的诈骗案件，主嫌甲这民众变讲对花仔8年落50几万，日后连本带利8年就会当领200万到900万，着负责人较险险啊去用怪去，落尾是警方出面，才甲这钱保掉的。那家会动多方面可以吗？哇，你这样来跟这个老人家来到一起讲。被骗的负责人拄要甲人变交现金，拄着警方惊做工地保全，当场查扣诈骗集团的车手，才知家己受骗，好佳在保住家己100多万的退休金。配合周边道路正在施工，
遂乔装工地保全头戴工程帽在现场埋伏，是被害人将款项交付给车手之际，当场冲出逮人现场查扣手机、现金新台币160万元等。花莲人家属向警方报案，讲诈骗集团用假投资、有高报酬来骗人。虽然警方一直考劝花莲人有缘半信半疑，拒绝协助。共款用假投资诈骗的案件，唔单止一件，调查局甲刑事局等单位合作，侦破一个假合会非法骗钱。诈骗成员用新百年合会，讲保本保息，那导致56万投资百年期满，营领200万到900万的标花利息，每年投保率上悬将近190%。成员各伫全台设42间分所办投资说明会，根据参加人为该发奖金甲介绍金，骗因各招人入来。现场查扣迈拉伦、宾利等名车，并向法院申请刑事裁定，扣押案关金融账户及不动产，查扣不法所得近30亿元。假合会真骗钱，受害民众将近3000人，查扣不法所得将近30亿。治安专家提醒，若听到这话术，都要注意是不是诈骗。如果你在进入一个这个投资，那这个投资的机构会要求你或暗示你要做这个拉下线的动作，这基本上都是诈骗。专家呼吁，最近诈骗集团会透过大官方合法网站或者是网络平台，设投资广告骗被害者。投资进前爱细致检查前，才避免被骗。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内拢总有211间公庙教会等宗教场所，今年是全国走大先启动宗教场所 ESG 的评鉴，希望透过这鼓励方式来发挥宗教影响力，斗阵为环境保育来打拼。向委员解说教堂推广环保所做的努力，新竹县拢总有211间的寺庙、教会等等的宗教场所，为着要打造出环保信用文化，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为宗教场所来办 ESG 评鉴的县市。透过其实 ESG 的这个宗教场域的能见度，跟大家分享，其实宗教并不是只有敬礼啊，或者是一些仪式，然后也可以透过这方面来认识教会，或者认识其他的宗教。评鉴委员讲，评鉴内容包括环境永续、社会责任方面做标准，而且可以对社会公益甲地方贡献，针对无同规模、无同型的宗教团体做出评分。节能减碳啊，还有环境教育啊、友善耕作以及资源回收再利用这部分去评鉴。那社会责任呢，就会着重于它的急难救助、那个公益捐助啊，还有教育跟文化等等的作为。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宗教能够来响应我们环境永续的这个环节。那还有就是说，针对这个社会责任的部分，以及呢，他们怎么样做一个透明治理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是分这3大的主轴来协助我们的新竹县的各个宗教场域呢，来把这3项工作做好。新竹县政府指出，只要通过评鉴的单位，拢会有2万到5万现金的奖励，5万透过评鉴甲奖励机制，和宗教发挥更较大影响力，做伙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讲到普发现金的论性特别条例，本地是讲这10月底进程要来发放，行政院提出特别条例修正案，有调整这发放时间，按算公布了后的1个月来执行，拍算伫咧7个月来把这钱分出去。行政院提出到这个修正案的部分呢，是无设排付条款的。行政院会就是通过114年度中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并送请立法院审议。其中追加预算数拢总878.4亿，主要是地方一般性补助款636亿外上济，另外含各机关推行施政计划132.8亿，提升国军待遇59.5亿，原住民保留地减罚补偿23.7亿。中选会办理立委罢免案加公道案15.4亿，加强外交量能11亿。追加的总额是878亿元，是用原有的收支剩余来支应。那支应完之后，还有收支剩余是105亿元，是没有需要来举债。关系普发现金的论性特别条例，本来规范普发现金原定10月底发放完，行政院嘛提出修正案，根据修正案的内容，无订定排付条款，按过调整发放的时程。
参考过去的一个相关经验，发放现金大概整个作业时间需要6个月，所以这一次在条文特别加入了特别预算公布后1个月内开始执行发放作业，7个月内发放完毕。面对台北关税挑战，对产业强化支持，也加即阵啊在后的重建工作，修正案嘛扩大条例适用范围，特别新增加200亿强化电力系统，做强化轮性措施项目，确保产业所需要的稳定电力系统。输电级的产业园区，因为我们是要强化产业的韧性，全面的这个工业园区的电网的韧性的强化。经济部处长何进聪嘛进一步表示，200亿的预算主要是用在电网强化、电缆地下化这个用途，尤其是即阵啊天灾不断，会针对工业园区的电网韧性加强换新。韧性特别条例拢总上济调悬到5900亿，第一阶段先编列5700亿，预留200亿因应国际形势加强产业的支持。记者采访报道。讲到即马一直有内阁改组声音，即国民党就点名，讲这经济部长郭志辉、外交部长林佳龙、教育部长陈英尧，还有内政部长刘世宏等人就爱落台负责。其中呢，这郭志辉去互平台也讲，美国7月公布台湾的对顶关税20%的时阵，伊当天暗时呢，说含这监察委员赵永清，还有前中检院院长洪启辉伫咧食饭。即马经济部也出面来陪会啊。经济部长郭志辉最近是讲入失言风波，即马国防爆料讲，美方伫7月公布对台关税是20%，郭志辉去暗煞伫饭店办桌，主题是伫阮同齐快乐的时阵，来参加的成员是包括监察委员赵永清、前中检院长洪启辉，面台批评民进党，佫是一件甲松鼠戏班。而面对关税的谈判失利，他自己承诺跳票做不到，以及即将台湾面临的各种受创的情形，郭志辉显然毫不在意，竟然呢大吃美食，而且荒谬的是，主题叫做“当我们快乐在一起”，实在不知道有何快乐可言。郭志辉下晡是陪行政院长窦英泰参加港股企业者的座谈，但是对宴会的代志是并无回应。经济部嘛澄清讲，郭志辉并无主办餐会，到场致意了后就离开啊。但是郝汉廷佫伫咧面册发文，讲郭志辉参加餐会前后拢总点伫遐3点钟，要求伊较紧落台。726罢免结果，内阁改组声音一直无断过。国民党团就点名包括郭志辉、含外交部长林佳龙、教育部长陈英尧、内政部长刘世宏等4个首长爱落台。其实台湾的国际的处境很艰危，外交工作也很困难，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外交来团结台湾国人。没有办法呼应社会的一些期待跟需求，本来政务官就是这个知所进退，这个我还是这么讲，这个进退雍容。要优雅。林佳龙表示讲，希望朝野拢支持外交。陈英尧强调讲，若是无法度回应社会的期待，政务官应该家己知影进退。民进党团表示讲，有听到在野检讨内阁的声音。赖清德总统，你的人事任命已经超级蠢一次了，拜托，现在走中到这种程度的各部会首长，不要变成超级蠢，能够提供更正向的对于内阁部会首长政策改进的方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我想可能会比对于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批评，应当才更有正面的效益。窦英泰已经表态讲，必要的时阵会处理重要人事，外界关心内阁改组的时间点。立委考虑加7等出办是3个罢免，都是期中考，但结果出来，再过来调整内阁团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8月23，也就是这核三抢敢要停放的这个公道，特别到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和民众党立委吴国昌路南去到高雄宣讲。朱立伦强调讲，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支持这核电厂继续放的。那总统赖清德是强调，核电安全是科学问题，不是用公道就当解决的。不能这样啊！非核家园是当年招生卖点。国民党早起发布同意核三公投的公告，呼吁支持者投同意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针对核能的问题，全世界趋势拢认为爱研究。根据民意的调查，嘛显示大部分的民众支持研究。昨天，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又创造新的一个名词，不是票多的赢，
就是他心中的民主，不是公投可以决定的，意思就是他是个独裁者。兼做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13日中常会强调讲，在还未经过安全检验的程序，甲予人民充分了解风险甲成本的资讯进前，就做核三重新启动的公投。这款的公投根本无法度确认百姓愿意承担偌济风险来重新启动核三。823公投，我会去投票，我们一起投下不同意票。面对核电议题，安全是社会最大的共识。我们都知道，安全是科学问题，不是公投能够解决的。罗总统强调讲，政府自来的立场拢是伫咧核安无问题、核废料有解放、甲社会共识3个原则来面对核电的议题。8月23重新启动核3的公投就伫要到啊！在野党做伙催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4暗时嘛会落南去高雄做伙宣讲。朱立伦嘛讲，数日内会举行各地宣讲的活动，包括云林、台北等等的所在，希望互核3演役，确保能源会当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洪台来到位造成这无人机绑大乱，唔有民众伫咧无人机顶头是安尼海来海去，要迄个无人机呢临时改去到台中机场休落来啊，说唔互乘客落无人机关伫顶头3点钟，甚至有一台货机要休落来这桃园机场的时阵，也彻底喷出火星。目前运安会也已经伫咧调查咯。晚起一台准备降落飞机飞到一直险，机长想要落地，无奈试了后也是无成功，只好放弃。因为洋流风台影响，桃园机场13出现强阵风，影响航班的降落。亲像成宇航空有班机4架要降落，桃园机场无成功，今来当转降台中。中央航班的班机嘛有伫咧外海一直飞，到尾转降松山机场，过程哪亲像得坐大怒神。亲像泰越捷航空的航班，13日晡为日本关西飞往桃园机场，试降3届失败，南面顶南面下个一直摇，造成乘客头晕骨吐，到尾转降台中机场，不过无法度落飞机，引起乘客不满。有人想要飞回桃园吗？没有，没有，对不对？他们说是机长决定不让我们下的。旅客原机等待无法度落飞机，停留3点外钟。甲尾伫代理航班的公司甲移民署等单位协调，互旅客落飞机，安排专车接驳送到桃园机场。可否转降国内其他机场及旅客可否下机，均由航空公司向航空站申请。后续证照查验、动植物及人员检疫、货物检查，各主管机关均配合办理。专家指出，因为飞机若是要转降到备用机场，会产生乘客正大甲交通的问题，入境嘛有真侪行政程序都要处理。若是机长选择等待原机场情况稳准，想要搁起飞，即嘛爱安排起飞航道，所以爱考虑的情况真侪。通常机长都会在备降的机场原地的等候这个恶劣天气通过之后，再继续的起飞前往原来的目的地机场，行李啦、通关啦、相关的交通问题都解决了。另外，风台引起灰暗的记录，一台 UPS 飞机13暗时，好亲像机身边的阵风伤强，发动机去踩到涂骹，加跑道踩一个出火星，好甲在到尾安全降落。运安会已经立案调查。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个洋流风台过境台湾云林地区，虽然无讲到介大的雨，不过有一寡所在开始伫咧透小风啊。政治外口的菜色也出现大量的情形，农民也希望政府来甲因斗相共，渡过难关。早政府无几天限制，叶啊有淡薄仔变黄，或甚至连去死去。因为洋流风台侵袭的影响，虽然云林即届无落大水雨，不过台湾中部地区刷透火烧风，部分菜色产区受影响。你中大就吹小风啊，或者就是有哦烧黄啊，你就是拍小风拍落啊，影响就足大个啊。尤其是若烧菜类的啊，烧啊拍伊就是黄啊，黄就烂，有可能啊。就减少损失啊！有农民透早就紧来菜园压水，避免叶啊去互大风吹冷去，灾情扩大。若即搭角豆园，云林农民是讲，洋流风台带来一阵一阵的强风，甲火吹落去，影响结果率。有一粒，这粒就是会长秋葵。如果花期少掉了，这自然掉的，它就会内底就一粒秋葵提早掉了一粒就花去啊。
农民讲，伊做三分地的角豆，因为丹那市风台也有728大水害灾损，都敢若剩1分地会当收成，即个损失还阁估计。记者采访报道。气象署已经解除这风台警报，今仔日呢，这东半部也有新竹以南过头了后，拢有落雷公雨。目前呢，伫咧菲律宾南海附近呢，也有云系向北线，所以礼拜到后礼拜的这段时间，全台湾的天气拢会较无稳定。风台洋流来真紧嘛，走真紧。拜四透早，气象署嘛已经解除陆上警报和海上警报。气象署表示，风台虽然离开，不过拜四东半部新竹以南地区伫咧过道了后，也是会落雨，而且雨势会真大。拜五、拜六东半部苗栗以南嘛要注意过道了后的雷公雨。东半部地区还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出现，雨量上面断断续续的，可能累积还是稍微的比较多一点。那至于在西半部，早上其实都是比较偏晴朗，但是到下午的时候，特别是在苗栗以南的区域呢，比较容易会下雨。那山区的午后雨也是比较剧烈一点点。气象署表示，刷来礼拜到后礼拜一这段时间，菲律宾南海附近有云系向北平线，所以全台湾拢会进入无稳定、各地落雨的天气形态。随着南海附近到菲律宾这边的这个低压区，那甚至一路延伸到琉球南方海面呢，这种低压带比较有可能会有一些云系发展出来。那所以随着风向的带动呢，台湾附近的降雨可能是比较多一点。风台离开了后，各地开始恢复高温小热的天气。气象署指出，西半部伫咧33度至35度，华东地区伫咧30度至31度，也那外岛地区的澎湖、金门、马祖是29度至32度。气象署提醒民众出门加啉水，避免着沙。记者陈轩、林秀凯台北报道。高雄三民区建工路701号一带，因为地势较낮较高积水，本地是靠这排水沟会当下水，不过自从附近建商起厝甲这排水系统封起了后呢，这巷仔底大概有15户建摆若撞着落雨就淹水，居民就讲只要落普通的大雨就淹到骹头虎，互因是真困扰。这水利局在今仔下晡也派人去到现场勘查咯。伸手了哈，土到地啊，主料你到你家啦，你到底去好的啦？每逢下雨，你们水都淹到你们家里面去啦，要怎么办？里长甲建商代表两人一句来一句去，回归半部拢是为着建工路这条巷仔排水问题。因为13暗时做公台大雨插地，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规条巷仔又搁淹到学堂半的连啊悬。当地居民讲，这条巷仔地势低，排水原底就无好。因这期自从建商开始起厝了后，这阵唔免风台，只要雨落较大咧，水就随倒积起来。以前我们的水是可以通得出去的，所以几率不会淹水常常那么多。但现在因为那边是封住的，所以一定机会比别人高很多。所以即使像昨天大雨一下子，别人都没事，但我们这里是势必淹水。水进来就你家，很多是因为你们地收掉空起来了，当然水就积在这边啦。因为巷仔口有餐厅，流入来水顶悬会铺一烟油，水若摕规个油就掉伫咧路边，毋若危险，阁有歹闻的臭油味。民众挡袂牢向市府反映，10时下晡水利局会同各单位到场会勘了后表示，建商收工一部分的地了后要起厝，将原本的水沟拢空掉，才会愈淹愈严重。因为这附近的水路拢是私人地后壁沟，毋是政府做的排水系统，市府敢若会当尽力协调。民众都有他的水路的通水权利啦，并不可以因为你今天一个建商你盖了之后，你就把这个原本通畅的水流把它阻断掉。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努力去跟建商做一个协调。水利局希望建商会当用好厝边的角度来做这件代志，将当地水路做好势。你会勘最后，建商代表也答应，会先将意见带回公司，落尾搁找时间来甲如何讨论。记者柯家祖、柯超阳、高雄仓报道。美国对顶关税也冲击到全世界药品的供应链，卫福部提出4项应对方案。不过也有立委提醒讲，这卫福部就要重视这健保药去防太介绍，也个欠药的问题。另外呢，也就要关注这本土药的量能，这也是关注的焦点。美国对顶关税，毋但冲击各大产业，嘛牵动全球药品供应链的版图。台湾是正歹结外挂，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政府除了积极向美国争取有利的条件，也会启动药品强化供应基金，提升药品储备，确保药价合理，加鼓励在地制药等4大策略，全力稳定供药。拥有许可证的国外许可证的一些厂商，能够备妥他们的药比如说在制剂方面，我们希望要变成3个月，原料要有6个月。卫
有立委点出，台湾药品供应存在真侪缺足点，包括健保太药价含欠药品形成恶性循环，致使达到第班价药品特别较会欠缺。不过健保署长赵宗良强调，只要提出合理的成本，价销是会当调整的。过去一年就提关200项药品。我知道您也允许他们来申请调涨，如果是因为这些尤其是关税这些影响，那你知道要多少时间吗？在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药品里面呢，我们都有预警制度，说如果你要可能会有缺药的情形，你6个月之前就应该要来通报。有立委提醒，面对国际情势变化，台湾必须要重视药品供应韧性的问题，加强国产的量能。逼着台湾是不是要去认清我们自己药品的供应韧性，能不能不要依赖进口的事实，而是要加强我们在地生产的量能。本土制药量能和关键药品独比制度，拢是外界关注焦点。安怎兑现稳定供药的承诺，也是卫福部要面对的挑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专属部今年完成公务人员请假规则修正草案，公务人员新增加逐年通请3天的薪薪调息假。教育部最近正式预告修正教师请假规则，增加教师逐学年3天的薪薪调息假，会当用点钟来请，而且学校也袂当拒绝。建构优胜校园甲这种环境，教育部即阵预告修正教师请假规则部分条文，增订薪薪调息假，每学年3天，请假日数并入人事假计算，并会使用点钟计算，而且学校袂使拒绝，也袂使做其他不利的处分。专教总表示，薪薪调息假并入人事假计算，好看尔无实用。其实我请事假就好了，我干嘛要用身心调事假？好像看起来我们给了一个口惠实不至的一个身心调事假的一个类型。好，那我们认为，如果真的要在意，老师在教学现场里面有声音调试的必要性，那声音调试假应该独立一个价别。年金在讲并入暑假计算，老师家己爱负担代课费用，还佫占暑假天数额度无意义，所以身心调息假应该独立价别，爱有无共规定。全国中小校校长协会理事长陈清义认为，不管是用什么价别，老师请假上严的问题是代课老师歹找。现在很难找老师的状况下，这个1天2天的代课，如果是请假的人自己找代课，或是怎么样的方式，看看教育部有没有什么配套。老师有寒暑假，他不是像公务人员全年都没有假，这个不太一样。教育部表示，若是暑假、家庭照顾假、甲身心调息假合计超过7天，老师就无支付薪水，课务代理相关费用由学校支付。修正草案预告到8月19，收集意见了后，经内部听书、部务汇报再个通过。甲公务人员新增加逐年3天的身心调息假，上紧伫今年底前做伙实施。记者采访报道。8月14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民间团体调查指出讲，有超过70%的民众拢是透过课本来了解慰安妇这个议题，希望政府呢会当修订课本，呈现历史真相。另外，也希望会当成立妇女人权博物馆，培养正确的性别观念。疫情结束到今已经80年，慰安妇议题也有真侪需要讨论。8月14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有民间团体去做网络调查，发现有超过70%的民众拢是透过课本来了解慰安妇的代志，但是课本的内容却真无完整。民团除了呼吁政府爱修订课本，让学生对慰安妇的历史有正确的了解，嘛建议把慰安妇证明做军事性奴隶。108课纲应该要加入慰安妇，也就是军事性奴隶的主题，而非只是在说明栏里面。每一位学生都有权利知道历史真相，并且获得正确的女性人权教育。民间团体嘛表示，现代伫咧国际上发生的战争，女性受到性暴力的状况嘛真侪，所以妇女团体嘛建议台湾政府要成立妇女人权博物馆，若是要呈现历史，嘛要让民众伫和平的时阵培养正确的性别观念。我想要呼吁的，也就是国家性别人权、妇女的人权博物馆的一个成立，让大家能够去看、去了解所有的文物全部呈现在那里，让你能够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看到那些的女性、小孩的受害。民间团体指出，历史的伤痕袂因为时间消失，政府要针对慰安妇这个议题，提供完整的历史和性别观念的教育，每一代台湾人拢知影这个议题，和历史的悲剧卖个重演。记者桂宗林、曾春佑台北报道。
中华的关怀文教基金会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的郭德斌老师来分享安怎让囡仔人轻松学台语，也用耍游戏的方式，让民众熟悉台语的发展过程，建立语言意识的认同。最近，台语歌手李独新的发式台语歌趣味发音引起侪侪讨论。这节课嘛用台语南法语来教课，让囡仔人对青春未晓讲的语言有兴趣。透过耍游戏的过程，开嘴讲台语，发现语言趣味的所在。法语的故事听无，毋过我会当对内底的图，也是老师的动作甲表情来去诱讲老师到底在讲啥。为着响应文化部推动的台语家庭计划，培养下一代的母语意识，关怀文教基金会邀请台语路协会老师来上台语意识培育。老师表示，为咗人感觉台文甲拼音真歹学起，伊用法语做例，甲大家讲学语言的过程，听无看无不要紧，甲开嘴讲才是上要紧的。若是讲头一摆来参加的人，应该会有淡薄仔困难。但是我感觉老师用足趣味的方式，互阮较简单去记，嘛袂感觉足无聊安尼。真正有意识来讲，对囡仔讲台语这件代志是最重要的。毋过这个意识的代志其实无遐尼简单，讲一摆两摆的活动都会当放入去每一个人的心肝内。其实即摆上大的问题，可能是大家袂关心对囡仔讲台语的这件代志。老师指出，伊发现来上课的囡仔其实拢听有台语，但是私底下的生活语言也是华语为主，安尼就失去上自然学台语的环境。若正经要推广台语，大人一定爱惯势对少年辈讲台语，才真正会当互台语有传承袂断根。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欧洲真侪国家因为天气烧热发生火烧山的灾情，即摆呢是对南欧拖到中部和东部去啊，造成24000公顷的土地烧了了。就专家表示，讲气候变迁、温度异常，才会造成大规模的火烧山。新民庙会火势惊人，消防人员努力拍火，暗过看起来却无效果。西班牙动员上千个消防人员应对真侪所在火势。西北部的卡斯提亚内行主题区、南部观光胜地塔利法拢传出灾情，2000人被紧急撤离。葡萄牙也伫全国各地出动差不多3000个消防人员拍火。中部特兰克斯大火已经烧超过7500英亩的土地，当地居民也斗相共拍火。过南校甲中校拢咧围遐火走丛，也有法国、阿尔巴尼亚甲希腊，今年甲即马烧的面积比平均大2倍。2015年会成做欧洲史上野火炭烧上严重的一年。It's not a question if there will be a fire. The only question is when and how. So, and what I find remarkable is we know this, and yet, in most cases, we just sit and wait for disaster to happen. 专家指出，欧洲是全球气候暖化上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迁引起的高温甲酷化，加做欧洲野火严重的关键因素。积极主动的监管管理对于降低野火强度真重要，包含森林管理、再生农业甲农田业系统。公司新闻电话简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3要求国会延长联邦接管华盛顿特区警力的时间，也爱扩大调派国民兵24点钟开兵。地方政府就批评讲，安尼先做呢是咧侵犯自治，也互花火市长要来争取讲，把这华府变作是美国第51个州。13暗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含警察伫华盛顿特区的街仔路在巡逻，一度有反对者对后壁在抗议。另外一边的检察站，嘛有民众提发誓书登去厝的飘语示威。经过过来的车闪头前，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爱斯的临检。这波抗争成为迄天川普要求国会扩大联邦接管华府警力的时间，到超过特区地方自治法规定的30天，而且数日内会扩大部署国民兵24点钟提名，佮威胁讲要甲这个范例扩大到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内面。So we're going to need a crime bill that we're going to be putting in, and it's going to pertain initially to D.C. It's almost we're going to use it as a very positive example.
And we're going to be asking for extensions on that, long-term extensions, because you can't have 30 days. 虽然讲联邦和地方的犯罪统计数据显示讲，暴力犯罪对2023年疫情期间大增加了后，已经大幅降。咱们嘛是共款，甲华府看作是犯罪正创手，受到家有的问题正困扰的城市，只讲华府犯罪数据是假的，陆续拆除家有的用地，要甲因迁去首都以外收容所，提供解毒也是心理辅导，长期帮助因的主权团体。对这是真欢乐。首府的市长保守是批评川普，这些连续的经济举动是侵犯地方自治，无人性，嘛无看到善加这根本的问题。佮一摆强调华府应该独立为州，得到参众议员伫国会发言代表权，避免联邦单方面的干涉。因为华府长期互看作是更替拿，先计先讲会当替民主党来增加国会的席次。伫目前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之下，外界认为讲华府升级的机会是真细。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今仔日要用火车站实在城市。嘉义火车头，1909